嗨，大家好，好耐冇見，咁我哋廢話唔多講，入正題。今次我哋嚟介紹香港最神秘嘅地鐵站——百勝角站。百勝角站本來係將軍澳綫嘅其中一個車站，位於將軍澳站同康城站之間，計劃喺2009年啟用，但因為當時百勝角嘅居住人口密度唔夠維持運作，所以後來興建計劃被取消。幾年後，喺2016年喺消防及救護學院入面啟用咗一個模擬車站，同樣叫百勝角，但同建議車站冇關係，而喺車站月台停放咗一架因為負重測試唔合格而被棄用嘅 SP Train 車卡，車廂編號係 D201，作訓練用途。車廂入面仍然保留住當時九鐵嘅標示，例如兩鐵合併前嘅東鐵路線圖、小心空隙、車門上嘅黃色貼紙等，而車頭則貼上咗港鐵嘅標誌，十分有違和感。九鐵同地鐵同時存在喺一架車上。呢個站其實比馬場站神秘，因為馬場站會喺跑馬日開放，但呢個站要等消防及救護學院開放日先有機會入去，但我並冇入過去。如果有觀眾入過去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，並記得訂閱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